咁我首先啦，多謝婚禮雜誌佢頒呢個獎俾我啦。咁另外唔少得嘅，我要多謝我身邊嘅太太啦，因為有佢睇住屋企啦，我先能夠放心嘅去工作啦。咁當然更加要多謝一直支持我每一個嘅新人啦，你哋對我相片嘅欣賞啦。咁我嚟緊會更加努力拍攝更多好嘅作品俾大家欣賞嘅，多謝晒咁多位。咁我覺得啦，創意係好需要同一對新人溝通啦。咁了解新人嘅個性啦、喜好啦，同埋一對新人嘅背景啊，佢哋嘅愛情故事啊，咁就從呢一啲嘅元素裏邊去諗一啲係同佢哋有關嘅人事物啦，拍攝一輯具有個性化嘅婚紗相啦。嗰輯婚紗相係好能夠表達到一對新人嘅特質嘅，既然一睇就諗到起佢哋兩個嘅，或者去諗到一對新人，表達到一對新人嘅愛情故事啊，佢哋好難忘嘅一啲嘅片段啊、經歷啊，咁好多時都會從呢一啲嘅途徑啦嚟到去創作一啲靈感，去為佢哋拍攝一啲特別啲、有個性化啲嘅婚紗相啦。